Hello， 今天要介绍的奇闻怪谈是有着悠远历史的活人献祭。如果你不小心穿越过去，那你肯定不会想要穿越到的时期一定是远古时期。人类历史上最血腥、最不可思议的事，大概就是拿活人献祭了。这一个风俗的历史相当的古远，也相当的普遍。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流行这样的做法，像是玛雅人跟整个新大陆印第安人都有进行活人献祭的历史。其中繁琐的礼仪、庞杂的祭品、浩大的场面，往往会形成一种对神秘力量跟权威的敬畏气氛。在仪式过程当中，会有4个祭仪按住祭品的四肢，并取出献祭品的心脏，再交由大祭司把心脏上的鲜血涂抹在神灵偶像上。另外一些祭司呢，还会把祭品的人皮剥下，让大祭司穿上人皮，跳起诡异的舞蹈。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，但感觉上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的恐怖震慑。而这种残忍的血祭，不仅是玛雅文化，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也有很长一段历史。在亚洲、在欧洲上古、中古各个时期都有类似的过去。最大规模可能一场献祭超过200万人当祭祀品，当然祭祀理由也是各种百样。这时候一定会有人说，远古时期人们愚昧，未经文明，所以才会有这样血腥残忍的行为。那你以为活人献祭真的仅存于遥远的古代吗？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公园，在清朝时期是作为灌溉之用，称为14分坡。可是当年的施工过程很不顺利，于是他们从芒嘎找来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乞丐，好吃好喝的招待他。几天之后，将他活埋在工程当中来祭水神。巧合的是，14分坡的工程就此顺利完成。事后呢，人们为老乞丐立庙，此庙也就称为老公祠。在汉人文化当中，往往与治水、修桥、铺路、开山隧道最常出现以人献祭的传说，俗称打生桩。在广州的民间传说，跨越珠江两岸的海珠桥下面就有打生桩，当然我一直以为它叫做珠海桥。人们认为在一个地方动土动工时，便会破坏这里的风水，甚至会触怒该处的冤魂，导致在工程期间时常会发生意外，因此便出现了打生桩，就是把活人生葬在工地上作为镇邪之用，以减少出现意外，其实就是一种活人献祭。传说早在春秋时期，鲁班就曾经用过，千年以来到现代，陆陆续续还是会隐晦的听到打生桩的传闻。如果有大型工程在施工时遇到怪事的话，就会有人拐买小孩来打生桩。他们会把小孩子放在桩柱底，再倒水泥去密封它，非常的残忍可怕。最早的中文文字记载有关香港童工的使用情况，应该是1886年香港的《申报》的报道。1886年5月，香港有人散播谣言，说警察抓走男女儿童，用作大唐水塘跟建筑铁路工程祭祀鬼神，那也就是传说中的打生桩。谣言沸腾到最后是以港英警察武力镇压结束。2006年初，香港何文田公主道一个水务署水管工程的地盘，发现了至少7副儿童的骸骨。因为当地坟地很少会集体这样埋葬儿童，所以民间的传说，这就是以前打生桩埋葬的儿童尸体。2017年8月，安徽蚌埠一个4岁大的女童在失踪2天后，遗体在施工道路的路基下被发现。当时很多人围观，被网友质疑被打了生桩。当然，大陆官媒定调一定是意外，可是在施工路段的中间被发现遗体，还是很容易被联想到打生桩这个传统陋习。2020年4月，河南省原阳县一座小区堆放的土方中，发现了4名儿童尸体。4名儿童全都是土方压埋窒息而亡的。这里原本是一块菜地，后来被征用作为建楼，开工才开始就发生了这个事件，也很难不让人想起打生桩。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，从口耳相传到网络传说，因此引起的灵异故事也是层出不穷。那这是已经消失的传统陋习吗？还是人类自古深刻在骨髓里面对未知力量的恐惧？其实到现在没有任何科学手段或者是人类学家可以告诉我们。
三鬼一直觉得信仰跟迷信只有一线之隔，其实也不能够完全的分开。过度偏执的信仰就会成为迷信，继而产生极端的崇拜手段。血祭是一种，打生桩、人柱也是一种。总之，极端的崇拜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。例如，现在的各种网络饭圈。